这个祝福是你多到说这么好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关系，这个关系我们就需要经营，就要天天时时刻刻跟上帝来互动。祷告是一个跟上帝说话的方式，可以增进我们跟他的关系。任何的时候，任何的地点，我们都能够自由自在的跟神来祷告，圣灵也会跟我们一起，我们完全不受限制。只要我们先一起开口说：“主啊，我在天上的父。”我们马上就在一个状态，就是在上帝的祝福关系里面，我们就再次确定我们是有福气可以到神面前的。所以我们要讲，我们也必须相信有上帝有神的存在，而不是祷告的时候说我必须感觉有神。神有时候我们真的看不见，是吧？我们有时候感觉不到。圣经从来没有说我们要感觉有上帝，但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相信有上帝。所以我们只要相信上帝的话，相信他是信实，他每一句话都不会落空。所以不管我们有没有感觉有上帝，但是我们只要凭着信心宣告，就会应验。当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你在天上，你也在我心里。你在任何地方，主你一直都要保守我们。我们今天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有一个圣经的学者，他常常不能感觉，他从很多的经文里面，或许他知道有一位神，但是他因为父亲的缘故，母亲离弃，他感受不到这个有多么爱。有一次他在祷告中，神启示他说：“孩子，这一位教授已经年纪很大了。他说，孩子，你静下心来，你在我的爱中好吗？你把你所专长的这一本圣经，好好的读吧。”很奇妙的，他从这一本圣经里面所有的话里面，得着了一份从天父来爱的书信。他从这样子的书信中，从这样的经文中，他把它整理出来。我们来听这一个从神来的书信，情书好吗？传道邀请你闭起你的眼睛。这个书信每一句话都是从圣经真真实实来的。上帝，天上的父，知道我们对父亲、母亲的形象，或许不正确，或许受伤。但是神他用他的爱，此时此刻要对你说，这一封从神来的书信、情书，对你说的。他这样说：上帝爱你，他是你的父亲，你一生一直在寻找的父亲。这是他的一封爱书，特别写给你的，我的孩子。你或许不认识我，
我却很清楚你的一切。你坐下，你起来，我都晓得。我也深知你一切所行的，甚至你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，因为你是照着我的形象而被创造的。你的生活、动作、存留都在乎我，因为你是我所生的，甚至在你尚未受孕以前，我已经认识你。我在计划创造世界时，就拣选了你。你不是错误，孩子，你不是错误。你所有的年日都写在我的册上。我定准你的生辰和你所要住的疆界。你的受造极其奇妙可畏。我在你母腹中塑造你。你出生那天，我领你由母腹中出来。我曾经被扭曲，被一群不认识我的人。我并非遥不可及，也没有充满愤怒。我是完全的爱。我很盼望能将我的爱挥霍到你的身上，只单单因为你是我的孩子，而我是你的父亲。我所给予你的远超过地上的父亲所能够给你的，因为我是完全的父亲。你所领受各样美善的恩赐都是从我而来，因为我是你的供应者，我供应你一切的需要。我对你前途的计划一直是充满盼望的，因为我以永远的爱爱你。我向你的意念是数不完的，就像海滩上的沙一样。我因你欢欣歌唱，我永远